多謝主席。我想問翻我兩個相關嘅問題，就係 LWB 100同埋105嘅。嗱，咁100咧，我其實就問翻咧社署嗰個總開支呢1250幾億啦，咁樣咁就我其實問嗰個問題嗰個原因咧，就係我想你拆翻究竟有幾多數咧係直接落到受益人手上嘅。咁個回覆裏面呢個開支咧，即係譬如個保障援助計劃同埋公共福利金計劃咧，就840億咁上下啦。咁你亦都俾咗個人手編制嗰個預算額，但係咧就冇答到我具體。其實我最想知道就係你嗰800幾億裏面有幾多真係落到受益人嘅袋咧？抑或係全部都係咧？呢個第一個問題。嗱，105嗰度咧，其實我就想跟進翻咧，就係喺個失業受助嗰個支援計劃嗰度咧。依家個回應裏面咧就係受助人揾翻工或者係翻去讀書咧，就去1個月3個月嗰個百分率咧就23.1同埋18.2。咁但係根據即係嗰個達標嘅標準嚟講，應該就25%同20嘅即係仲差少少啦咁樣。咁我都想了解，即係你喺呢方面會點跟進會再即係推到佢嘅達標率咧咁樣多謝主席。好啊，局長兩方面問題。你答啊。主席，第一條咧就好清晰嘅，我哋講嗰個 LWB 100條講嗰個840億元嘅關於綜援同埋社會公共福利金嗰800幾億咧，係全數都落晒去受惠人士嘅袋嘅，即係每一日你計一計咧，社署係發2億幾出去，但通通都因為係直去銀行戶口嘅，所以我哋冇收任何行政費用噶啦。第二條我想請阿常秘可以解解。好啊，劉常秘。係主席，或者我就住阿林議員關心，即係社署嗰個開支裏邊咧有幾多係即係用喺受助人身上咧，我都想補充一下局長剛才所講咧。除咗我哋係有一啲現金嘅津助，咁嗰啲咧每一蚊當然咧都係會去咗嗰個受助人手上，但係除此之外咧，其他嗰啲咧並不是代表咧就全部都係行政嘅費用嚟嘅。實質上咧，大家會明白我哋社會福利咧，除咗現金津助之外咧，其餘嗰啲就係服務嚟㗎啦。而服務咧少不免係一定需要通過人係去提供，咁所以我哋有好一些呢係俾咗受資助機構或者係我哋社署自己裏邊嗰啲同事，佢哋嗰個工作本身呢都係實質地呢係令到受惠人呢係或者受助人呢係獲得即係呢一個幫助嚇，咁所以又唔可以話其餘嗰啲呢就唔係去咗即係受助人身上嘅嚇。唔該主席。好，有冇跟進？仲有一條未答。嗰條係105條。5條105，即係離開個標準仲有少少，咁我想睇下你有乜嘢跟進可以推到個標準。係主席就住嗰個即係失業人士嗰部分咧，就即係大家會知道我哋過往嗰個做法咧，我哋都即係意識到咧係即係要支援佢哋去即係重新就業咧。過往嗰個做法咧，可能係比較寬鬆咗一啲。咁所以較早時候其實我哋都嚟咗事務委員會向大家介紹咗一個新嘅做法咧。簡單嚟講，我哋會要求所有嘅呢啲受助人咧，如果佢係喺65歲以下而有身體健全嘅話咧，必須咧係要去參與一啲無償嘅一啲即係社區服務。簡單嚟講，要去做義工。咁個目的咧，其實絕對唔係話要懲處呢啲人士，而係希望通過一個咁樣嘅做法咧，佢能夠同個職場咧係比較接軌，希望佢哋可以咧係爭取到一啲或者學習到一啲咧就業嘅技能，同埋養成一啲就業嘅習慣咧，係鼓勵佢哋將來咧係可以投身職場嘅。唔該，主席。好。